前现着在道理，修道办道自身做起，又要三心思上理，嘛要三情又思情，烦恼众生痴迷心不清，烦恼天时不待，空为魂。做人的修学着知道理，遵守甲中道，唔通偏离。第五研究，认真来实行，讲道理生活智，众生紧烦唔着trí，用心创造好家己。做人着实在是真艰苦，生死心不由己来，看病迄时人情薄，规世茫茫掠拢无，干脆看破好修道。若是遇着迄个考验顶顶，反照着自信，事事搁嘛会叫分。困难若是现眼前，就有啊志气，唔通随波又搁对落去，目标又搁不定随风飘，就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怨叹到何时才会来出头？